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第25节到第30节。主已经在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招着学生，也甲因行洗礼，比约翰较侪。其实耶稣家己无行洗礼，是伊的学生行伊，就离开犹太，过去加利利，就对撒玛利亚经过。对安尼到撒玛利亚一个城，名叫苏卡，近雅各予伊的囝约瑟的地。伫遐有雅各的水井，耶稣行路线，就安尼坐伫井边。迄时约略日中昼，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耶稣甲伊讲：“请互我啉。”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面通来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甲伊讲：“你是犹太人，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啊？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耶稣应伊讲：“昔时你捌上帝的恩赐，甲对你讲，互我啉是啥人？你得卡求伊，伊就用活水互你。”第25节，妇人人甲伊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耶稣甲伊讲：“我即个得甲你讲话的就是。”迄时伊的学生到，奇怪伊甲妇人人讲话，独无人讲你要啥物代志，也是讲你啥事甲妇人人讲话。妇人人随时放下伊的水盘，入城甲人讲：“来看。一人我平素行的事，伊拢甲我讲，即个总无是基督啊。”因就出声来就近耶稣。咱阿头来祈祷，听人的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即个圣的安息日，可会通煞一切工作，用1-2点钟安静的时间，伫即个真水的拜堂内面，甲阮所听的兄弟姊妹同心来敬拜服侍你，同心来你祈祷，也同心来听你的话。愿主你的灵、你的神、你家己的话进入阮的心内，赏赐阮快乐。阮安尼感谢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兄弟平安。真久无转来咱的教会，甲大家见面。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是因为检测咱拢知吼，咱的曾牧师真难得有机会要去瑞典是无？哦，丹麦要去看伊的查某囝。咱若做爸母的人，拢会当体会吼。真欢喜，因有这个机会。所以甲我拜托讲，叶老师你会当来无？我讲拄我刚才这礼拜有时间，所以伊就讲拜托我来吼，我当然趁这个机会来甲大家请安特别我想咱拢知吼，咱拢知我的太太敏纯吼牧师娘伫去年的9月底，因为癌才来突然过身，这几个月来呢。我大家拢真歹过，所有基本的生活，我发现讲我完全无能力，唔知要安怎煮饭，唔知要安怎洗碗呢，险甲阮的厨房烧去安尼吼，当然无代无真爱讲，手足侪迄个咳，则去烧着，则去挂着拢唔知影，所以呢有足侪爱学习。当然，这个中间，互我愈想就愈少年敏纯。阮结婚42年伊一世人真疼我甲我同心陪伴我，甲我同心服侍上帝。所以，逐工真爱看伊的照片，若看到迄时，就真温暖，嘛真心酸啦吼，因为伊都无伫边吼，无伫边所以。愈想伊心就愈艰苦，有时真正会感觉讲真孤单吼，突然感觉讲，阮兜呢较大间，要去清的时，要清头哇，足大间，一起来，这间也无人，迄间也无人吼，
所以这款呢真复杂的心情，互我想起讲检查上帝，互我过来人生无偌长的时间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爱怎样来伫这款孤单，还是讲艰苦的中间，安怎样有缘好好来使用上帝所赏赐我的时间。其实，这个世间有每一天拢有真侪人会去拄着无意料中间会破病，还是讲死失。有更较侪人，因为因工作上无顺利，还是讲家庭失和，还是讲囝儿教育的问题，还是讲爱照顾长辈的代志，互因的生活有侪压力，所以侪人感觉讲无法度应付。拢会心艰苦压力。当然，当咱拄着心灵的孤单，也是讲真甲这个世间，甲这个世间人，甲朋友，甲社会，敢若有一种这个孤离，也是讲这种隔离啦，吼，隔离的时，这两种拢会互咱的心身的健康，甲咱的生活品质受到真大的伤害。我查某囝 Janet 伫纽约市的一个圣公会教会做圣乐的主任。伊甲我讲，因教会伫旧年一年中间，拢总有25场的安息礼拜，差不多 every other week。另外 every other week 就是 wedding 真无用。其中这安息礼拜中间，真侪大部分人就是讲，因为年纪大，60几岁寿终正寝会当讲安尼大家真唔敢中间来送别，总是这25个中间有5个是自杀，其中真侪高中生、大学生甲少年的老爸。互咱看见讲，在咱这个时代现代化的社会。无论种族，无论贫富，无论老幼，拢会拄到真侪挑战、失志甲失败。真侪人并无有亲人、朋友，还是讲教会真好的支持甲鼓励，所以干会当家己伫遐咧忍耐，家己忍耐孤单，安尼渐渐就甲外界隔离去，所以就无朋友。更较自闭，更较封闭，所以这人无法度承受迄个苦难，讲心内艰苦的时，到尾只好食药还是自杀。顶个月，美国的公共卫生的署长，公卫署长 Dr. Vivek Murthy 有发表一份叫做孤单的流行疫情的报告。这个报告书伊特别政府的官员甲美国的国民提出一个警告，伊讲即阵的美国人比以前更较感觉孤单，更较侪人感觉孤单，更较深的孤单感，甲其他的人也是讲甲社会更较无联系，所以足隔离隔离这种情形对美国人的身体甲心理的健康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所以为了维护公众的健康，伊呼吁讲政府应该马上提出政策采取行动。伊讲最新的一项研究有显现讲，有互咱看出，还是讲指出讲。社会的隔离就是讲 social isolation 当一个人孤单边仔无朋友，还是讲就失去迄个接触，迄款的社会隔离的致死率，相当于一个人每一天搏15几分，遐尼严重。咱普通咧检验讲人的健康，就去看医生量血液三高等等，总是这个公卫署长特别为心理甲社会隔离这个角度提出讲，迄个严重性真侪真大。真侪人是点
忍耐，吼，点点去去适应，总是。这就说明是安怎，真侪人破病，真侪人心理有问题，举情去乱弹，还是讲就自杀，非常的严重，变做一种的流行病 （epidemic of loneliness）。伊讲有两项事，一项是相牵连的，一个就是 social isolation， 社会隔离是咧指客观上，当一个人甲伊的亲人。朋友，还是讲一般的社区失去生活上的联系，家己待喺厝里，买物件，网购Uber， 所以伊会当家己过生活，敢若真惬意。总是时间长来了，伊拢甲人无接触，伊就失去伊迄款能力哈。其实我会当体会，有时我即摆。伫厝里，家己一礼拜拢无人讲话所以即学期佮等于教册时，感谢主，我感觉讲佮有一个接触假期会使，因为咱人经过心理上爱调整的时阵，总是长期来会真危险。这是社会的隔离，社会隔离的结果，也是讲伊的原因，其实这两个加做伙，就是心内感觉真孤单。人真孤单的是，到尾感觉讲我对这个。活伫这个世间有啥物意义？不但无平安、无喜乐，嘛无愿望、无目标。伊讲，这个讲话处长 Dr. Muti 讲，当社会隔离甲内心的孤单加做伙时，会造成真侪心血管的破病、中风，也是讲这个烦恼、超烦、困袂去，也是讲失智、失智等等这款。病高风险，也会造成免疫力的降低，所以嘛真容易受到这个传染病的影响。社会凝聚力就是讲人甲社会的关系愈亲切、愈活动愈有参与社区，也是讲volunteer嘛好，也是讲参加教会聚会也好三不五时甲朋友做伙去看孙也是讲老朋友做伙等等，这款社会凝聚力愈强的一个团体，社区也好，社团也好，团体也好，因的破病的这个比率，也是讲死亡的比例，拢较低。伊提出讲，1970年、50年前的一份报告就有指出讲，社会联系力，就是讲甲社会、甲外界有交往的人，若是真低的人，因对死亡的迄个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发现讲，换做另来讲，当人甲社会的联系力若愈悬。伊的存活率是比一般人加50%，若算做实际的年限，会当加活7年半、7年半。处长佫讲，今仔日孤单的流行疫情会遐尼严重、遐尼严重，特别是甲这3年来的 COVID-19， 大家人拢都爱隔离。大家拢失去讲话沟通，也是讲做伙的机会，嘛有加速，嘛影响更较严重。约翰福音第4章咱所读的经文，今仔日是关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故事。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熟。咱来想这个故事内面主要的人物，当然是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伫遐对话。真长的一章圣经的经文内面就是这两个主要人物。这个妇人是一个心灵孤单、无朋友伊甲这个社会会当讲是隔离啦隔离的一个可怜的人。伊是互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伊的婚姻无顺利。有5个丈夫，即马这个嘛毋是，对无？伊孤单无朋友，所以就爱透中昼上热时，家己出来去城外，真危险，无人伫边毋知拄着歹人袂，真热的天气中去抢水。
总是咱看见耶稣对耶路撒冷来到这个苏家城的城外，迄个井边雅各井的井边来听候这个妇人人，然后耶稣邀请伊来思考人生的问题。你要抢水，你有爱意爱，更较好，迄个上帝遐来换水啊无？解答伊最最问题，到底阮伫倒位敬拜上帝才是？安怎去敬拜上帝？什么顺便啥要来遐个信仰的问题？然后佮指出伊心内艰苦的秘密。你的婚姻无顺利，你孤单，你甲社会隔离，你无朋友。最后，耶稣甲伊启示讲：救恩已经到，我就是你弥赛亚时。这个妇人接受耶稣，对伫安尼，伊的性命得到改变，伊的心内得到透放，真欢欢喜喜，转去到伊的城内，就是遐平常伊要避免，无要甲人见面，无甲人交陪，遐人，甲因见证耶稣基督的智慧，甲耶稣基督的大能，因为安尼，互伊全城的人嘛来认捌耶稣。这个故事甲咱讲起耶稣有做3项事，我感觉真要紧，咱来做伙想。头一项，耶稣选择要去苏家城，是安怎讲是耶稣选择要去苏家城呢？迄是伫撒玛利亚的迄个城，就是这个妇人所住的叙家苏家城。然后伊伫迄个井边来听候这个妇人来。耶稣的学生嘛，抑个唔知影，敢若感觉讲哦，咱行2远的路即马。足喙大但是无水，有井，但是无迄个壳也是讲迄个通储水的物件，佫足枵，因佫唔知影耶稣是安怎来到遮，总是耶稣知，耶稣伫遐听候即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咱来注意圣经所讲的约翰福音第4章第4节，伫遐讲耶稣为耶路撒冷要转去北部的加利利的时，伊要经过撒玛利亚，中文的圣经翻译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真有意思，咱来想，咱来看过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也是讲捌去过以色列圣地去参观，去看的呀，咱就知影，为耶路撒冷伫南部要去北边的加利利有3条路。为耶路撒冷是伫较中南部的中间敢若一个中央山脉安尼悬悬的山顶。3条路为东边就是为耶路撒冷东经过耶利哥，然后沿迄个约旦河河岸平原上平有路为遐去加利利，这是东边的路。另外一个是西边，就是为耶路撒冷来到即卖的这个海法以前叫做盖萨利亚。为遐呢，再去往北沿地中海的这个海岸平原其实呢叫做 Sharon 平原去到北边差不多即卖的海法迄个所在时再往右入去加利利是安怎都爱往安尼走呢？东边西边走呢？因为中是山，敢咱台湾中央山脉安尼山真悬不但是山，佮安怎？迄个所在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住的所在。咱知历史上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往来，无往来是较客气的讲法是安怎？其实因是世仇因是世仇，所以你当然无爱行过遐毋然呢？你若讲为第3条就是这个中这条路，为耶路撒冷直接往北，地图上看较近直线嘛总是伊迄是山，所以你咧逛加起来距离就较远。所以你行路无方便，你若阁有牵驴牵马要载货，根本都无法度行。阁会加上拄着山贼来抢，阁爱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区，所以一般的犹太人无人咧行迄条路，拢是往东还是往西。那安尼，咱若知影迄个地理，知影迄个情形，咱搁倒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第4节，谁人讲耶稣要转去加利利时，伊必须应该经过撒玛利亚，不必须。其实3条路内面是上界危险无好的路。那安尼时，咱就搁来想，其实伫
新约圣经内面有几摆的所在，当希腊文用必须，咱翻做 must， 是讲必须，迄个希腊文叫做 day。伊迄种的语法是咧表达讲那英文叫做 it is necessary that，it is imperative that。所以当圣经内面新约圣经内面提到讲必须，你若注意看，足侪背后的希腊文若是用 day 这句咧表达的时，伊是咧表达讲。这个事件发生背后有上帝的旨意，耶稣了解明白上帝爱伊为下去，所以伊才采取这条上危险、上艰苦、上歹行的路，迄叫第咱就知影伫路加福音最后24章的所在，当耶稣过来时，伊出现，互两个要去以马忤斯的迄个门徒。因咧讲你敢唔知影什么代志发生伫耶路撒冷安尼吼？因也未认出耶稣进前，耶稣就为旧约摩西书先知甲诗篇，甲因解说讲，恁敢唔知弥赛亚应该受这个苦，才会通得到荣耀嘛？迄件毋是应当的，迄个说讲法嘛是共款。Day, is it not necessary? Is it not imperative? 所以意思是讲，背后有上帝的旨意，是安怎救世主家己爱代先受死受苦，通过安尼要来显明上帝的疼的深，甲上帝拯救的特别。那呢是咱去倒来看，意思是甲咱讲，当耶稣找这条中间安的路，上界危险的路，上界歹行的路，因为迄是上帝旨意。伊要经过耶路撒冷来找这个负责人，要来帮助伊，要来甲伊讲话，要来透放伊心内的孤单甲艰苦。这嘛是要表明上帝旨意是安怎？上帝囝来到这个世间，是因为上帝疼世间人，毋是干那犹太人，包括撒玛利亚人，包括所有外邦人。所以，当耶稣要搁去传福音，伫世间传天国福音的时，伊就用这个故事，用这个行动来表明上帝主动来到世间，要拯救所有的人，迄款的疼。上帝主动的爱，当咱要去做罪人，咱要去毋捌上帝，咱要去拒绝福音的时，耶稣基督上帝囝找迄条艰苦的路，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佫毋是一般的撒玛利亚人，佫是查某人，伫当时社会互看袂起的人，佫毋是互看袂起的人，佫是一个孤单家己一个出来甲城外拍水的人。即款上界可怜的人，上帝会疼，要来到伊，要来邀请伊。当伊还佫无法度想象的时，这是头一项，咱人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苏家撒玛利亚所在，甲这个负责人交陪讲话的一个真要紧的大事，就是上帝的疼，是超过咱想象。当咱要搁真艰苦，未晓上帝的时，上帝囝对天来到世间，对耶路撒冷来到咱的中间，伫迄个旷野无水打蛇的所在。迄拄拄好咧，上顶表明亲像咱人的一生孤单嘛孤单，敢若真喙干无水通啉，迄款的情形中间，上帝听要来邀请咱，要来临到咱，邀请咱来接纳、来接受，这就是福音。第二项，咱看见耶稣伫前边拄着这个负责人的时，伊真欢喜用时间甲伊讲话。虽然伊真枵真喙干，伊的门徒伊学生去阵讲先生咱无通食，阮来去想办法看去倒位会当买一寡物件，还是讲去共换啥物物件来互你食呢吼。所以耶稣伫遐，虽然真野咱的中间，用时间用真诚的心，甲这个素昧平生头一摆拄着的外邦人、撒玛利亚人的查某人伫遐讲话。耶稣耐心回答伊真侪款的问题，互咱看见讲，一个真艰苦的人，
伫社会、伫性别，还是讲伫经济，还是讲伫心理，拢有欠缺人，总是耶稣的疼，要临到伊，要邀请伊，要互伊来问，要互伊来甲耶稣交陪，互伊会通明白上帝的疼。啊，即款呢，一个伊都无要放弃。啊，咱过来做这段是较要紧吼，这规段第4章内面，耶稣甲这个负责人讲4句话。头1句话，第4章第7节，伊讲，请你互我水啉，然后我要互你活水。好，伊用这个负责人要来抢水，表示讲人的生活真需要水。我想这咱拢知，对不？热天咱的花草若无压水，一时就干了哈。啊，我当年暑假拢爱登去台湾去看亲人，还是讲去圣经公会啊，帮忙一寡即工作。啊，所以1、2个月无伫个中间，啊，阮兜本来有，我拄大入的是伫学校的宿舍有差不多15丛真水的玫瑰花，拄开始几年呢，照顾了真好，1年会当生差不多200、300蕊真水，无共款的花。因为我以前迄个教授所留落来，迄阵阮囥啊，正起来要囥厝，囥啊无连厕所嘛爱囥一盆玫瑰花就对了哈，迄叫做臭玫。总是这几年来无用，啊，暑假无伫个是伤过大，无人通压，就拢死了了。啊，咱嘛知影，咱喙内是你要啉水，连咱破病的时嘛爱吊啥？电池，哈，啊，咱检查的时，检查会当3工饮内无水，还佫会活。3工7工无食，也是也佫较熬，40天无食，还佫会活。总是呢，那3工无水，我看咱就昏去，就倒去吼。所以水是咱人的生命上个要紧的一项物质的物件。所以用这个储水的这个故事，会当照顾咱肉体的需要。第2层的意思就是伊的上顶的意思。当耶稣甲讲，我要互你活水。迄个希腊文用我佫用希腊文所讲者，因为咱的圣经翻译有时无法度真，把伊所有的意思，希腊文意思完全翻译出来哈。希腊文的意思是叫做 I will give you the water of life， 就是讲敢若有 life 有 living 哈，应该较直译的翻译就是讲 the water of living 所以讲 living water 就是 running water， 所以是咱中文译做活水这嘛对英文嘛拢译做 running water 所以活水咱就拢习惯其实迄个 life 嘛会当讲就是啥就是生死活命的水 ，the water of life is 所以。这个水不是干讲你抢水、井水互我啉，我要互你流的水，流的水甲井的水拢同款，河里的水很干净，井里的水也可以喝。总是其实迄个意思是讲，这个所谓的活水是活命的水、生命的水，是比较正确的翻译方法。所以迄个上顶的意思是怎样？耶稣是要讲。当你若接受我的福音，接受我做你的弥赛亚，我要甲你同在，我要踮伫你内面，你要踮伫我内面。我所要，互你像是你啉的活水，就要伫你的内面成做水泉，一直冲，一直冲。迄当然毋是讲咱安尼以后拢免去啉水，免去免去买 bottle water， 是安怎？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对不？当然讲安尼 running 尔嘛，无够意思。迄是讲为上帝遐来活命，要亲像水来互咱活命，亲像花草袂去互打死去，像人袂喙烂拍病，安尼互咱得到滋润，得到丰盛，得到喜乐。迄是耶稣所讲话。所以伫这个第7章37节，耶稣讲人若喙焦通到我遮来啉，信我的人，亲像圣经所讲的，对伊的腹肚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约翰福音继续讲第7章38节、39节的所在，这就是这个活水的第3个意义，毋是一般
互咱生命身体需要水，啊嘛毋是干那上顶讲为上帝海活命那点，因为遐约翰福音咧讲耶稣讲这句话是咧指信的人将来要领受圣神所讲的，因为迄时阵耶稣迄时阵也未抢授圣神互人，因为迄阵耶稣也未得到荣耀，所以后来这个活水也是讲活命的水。是咧指当咱有为上帝遐来活命，通过耶稣基督，咱将做上帝囝是，咱除了人人生这个生命，咱得到上帝活命，永远活命，上帝的生命伫咱内面以后，更较明显就是咧指圣神要来带领咱的心内，圣神甲咱同住，甲咱充满，甲咱做伙的时阵，咱就敢若亲像水泉，永远会当庆出迄个新的5万、新的快乐、新的平安。这就是耶稣想示互这个负责人头一项的话。你若将水互我，你若愿意，你所需要的水来甲我分享，你若愿意将你家己交托互我，我要将迄个更较好的水，就是活命的水，就是圣神要想示互你。第二句话，耶稣甲这个负责人讲，伊讲吼。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是4章16节一直到18节。然后伊讲，其实我知影你并无丈夫。这句话呢，都听起来感觉讲耶稣那和你冲敌人就是心里的痛苦，你就又用你的手指把它按下去，那个伤口又把它撒盐，差不多这个当白，对不对？耶稣知影撒玛利亚妇人伊一生上大的痛苦就是伊的婚姻无幸福。伊无一个听伊的丈夫伫伊的身边来甲伊做伴，来甲伊来甲伊安尼安怎讲 ，provide 来甲伊互伊保护伊，还是讲互伊得到生活。失去丈夫，互伊的生活得困难，孤单会带来心灵的失志。无丈夫也互伊常常互人欺负，互人歧视。最后，伊自然会甲社会隔离。这就是安怎？伊当伊失去5个丈夫以后，伊甲一个凊彩一个查甫人做伙嘛好，若无伊无法度生存，特别伫迄当时的社会。讲起来，这个人真是真可怜。但是咱解说圣经的历史甲真侪讲到传统上，常常拢讲，这个非常。捌有5个丈夫，即马这个佫是同居的，佫毋是。安尼，这人一定是安啦，歹查某人，一定是妓女，有无？咱有时听过即款的解说。但你想看觅，若是安尼时，耶稣是安怎讲？你捌有过5个丈夫，是正正式式有婚姻关系才叫丈夫啊？伊毋是讲你捌有过5个，还是几若百个查某人，表示讲伊的生活无道德、无检点、清清菜菜。的查某人，耶稣毋是安尼讲，伊讲你捌有5个丈夫，总是毋知啥物原因无讲。这5个丈夫无伫咧了，你即个为着生活，甲另外一个查甫无翁仔某的关系，你嘛甲伊生活。所以然后耶稣嘛无甲伊讲安尼好，我今日原谅你赦免你你以后毋通阁犯罪。等耶稣特别约翰福音特别讲有一个故事，就是讲有无一个查某人犯奸淫，互掠着时，耶稣伫涂骹咧写时，人讲这个人犯罪要安怎？耶稣讲你若无罪，人甲伊点头一个石头，大家记得迄个故事无？无人敢点一个石头，头一粒石头，因为大人拢有犯罪，所以耶稣后来甲这妇人讲，我嘛无要定你的罪，你以后毋通阁犯罪。所以迄个故事内面，迄个妇人确实是犯奸淫的人。总是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并无安尼讲。所以其实咱传统上甲伊解释讲，这个妇人是一个妓女，其实是想象的无详细读迄个圣经上是安怎？要阁会安尼想，因为感觉讲若是一个妓女，阁会当后来接受耶稣，生活得到改变，安尼不是更大的转变吗？是上好的见证故事，更较感动人，迄个差别那么大。总是这款的解说，其实反映就是讲咱的社会
常常用查甫人的眼光啊，真容易随便就定查甫人的犯罪。佮转来看圣经，耶稣讲：你捌过有过5个丈夫，啊，今仔日这个不是。所以其实捌过有正正确确有5个，恁先啊无2个原因，一个就是安怎死去啊，破病啊，安尼就死去。那安尼是这5个人一个死去，安尼是毋是这查某人足可怜？吼，那较歹运啊，记着一个啊。当然有些社会会甲伊讲，特别咱亚洲人的社会讲啊，你这是有克夫命啊，哈，通过亚洲人这款佛教、印度教这种轮回观念，讲啊，你今仔会拄着歹运，一定是你以前做歹啊，所以应该啦，免don't complain 啊，忍耐就好。其实这款的轮回观念，互人互迄款的想法，对真侪查某人无公平。反正伊是真可怜。另外一个原因是安怎会失去5个丈夫，就是讲拢去互烧掉，所以这个5个丈夫可能伊就死掉，要不然就是烧死。因为咱知影，为真侪犹太人甲耶稣咧讨论的时候，问讲哦，我只要写一个休书就可以了。好，伊个今仔日的面包烘一个去炒打无事，啊，我心情歹，写一纸休书，啊，你就再见了。再见的话，当然女人、查某人无头路、无生活的迄个技能，讲挂嘴，伊真正是无法度生活。吼，讲起来嘛是这个查某人真歹运。所以其实咱转来看，耶稣讲，我讲，伊甲伊讲，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啊，其实拢毋是，拢你即马无丈夫，迄个口气应该是真充满怜悯、同理心，真了解。耶稣毋是讲你捌5个丈夫真歹，叫伊来，毋是，伊并无讲你是犯罪，啊，你是歹查某人，还是讲你是这个需要反悔认罪，伊是讲你捌有丈夫，即马毋是，表示讲耶稣是有了解伊心内痛苦。哦，咱这时阵是安怎才会当了解讲，当一个查某人伊的一生。人上亲的关系，5伦中间上亲的是什么？翁某，对不对？因为翁某，咱甲爸母可能做伙住20几年，但是甲先生甲太太，翁某会当住50、60年啊。If we die 80、90，对不？上久啊，咱的关系上亲，才会当做伙困，做伙生囝等等。所以，这个查某人伊的一生实在是真可怜。有遐个丈夫减在死去，减在对伊无好，减在家己离婚，最后为着生存，只好佮甲一个查某人做伙，才有通食。但是因为安尼，伊家己心内真孤单、真艰苦的中间，感觉讲上帝啊，你是安怎我拄到这个代志？上帝啊，我是安怎较歹运？是安怎别人我的厝边我的朋友，以前的朋友拢有真圆满的婚姻家庭，啊，我家己一个孤单。少年的时就失去丈夫。啊，汉尼侪年，中间家己一个辛辛苦苦，啊无伴，啊危险，啊互人欺负。耶稣讲，总是上帝听你，上帝听你。耶稣甲伊讲，其实你无丈夫，是咧表明讲，别人毋知影你心内孤单艰苦的原因，我知影。你无迄个上基本人所需要的迄个陪伴，还是讲company， 还是讲亲人的朋友，所以才变做甲人隔离，伫心家己放在里面，感觉人生无望，人生只有苦难，人生无意义。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生活，等于家己一个孤单伫外面咧抽水艰苦，真烧热、真烦恼的时，耶稣甲伊讲：我了解你。无丈夫，所以我感觉上好的解说是讲，不过有5个，啊，即马第6个嘛毋是，啊，那呢，什么人是伊上好的朋友？第7个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是对犹太人的这个数字的象征来讲，啊，咱规个约翰福音书，足侪所在拢有这个数字的象征，哈，数字象征。换一句讲，这个查某人毋是纪年。伊是反正是一个可怜孤单的人，可怜的人，甲整个社会拢无法度去信心，无法度甲人交陪。上帝无弃绝你，上帝囝耶稣基督特别选择迄条危险的路
来听候伊，来等伊，来甲伊讲，来邀请伊来接受上帝恩典，这就是听的邀请。耶稣佮解释的负责人讲第3句话，伊讲：你着信我，救恩的时阵已经到，受邀请啊，听上帝听，耶稣基督的听，邀请咱会当明白，今仔日这个时阵就已经是救恩的时阵，特别对咱来看，耶稣已经在世界顶上完成伊的牺牲，完成伊的救赎。伊已经通过过活来甲咱显明上帝的能力，佮互咱有永远活的盼望。所以救恩已经来，所以当耶稣用伊的温柔智慧来拍开这个妇人心中的疑问，本来伊是头脑一寡问题咧问耶稣，后来伊心内迄个痛苦、迄个秘密。耶稣甲伊讲出，伊撮一条，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毋捌看过你，啊，你为偌远来，啊，咱才头一摆见面，你哪会知讲我有5个先生等等这款的秘密？啊，耶稣用灵敏的温柔的声甲伊讲的时，互伊体会着讲，哎呀，耶稣的确是迄个弥赛亚，啊，所以这是真要紧的话，啊，伊就欢喜接纳，救恩已经到，毋免阁等。毋免阁期待，讲将来迄个弥赛什么时阵要来？这个时阵，咱若有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有接纳耶稣对咱的邀请，咱就会通去体会迄款的救恩，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毋免阁家己孤单。虽然咱生活还阁共款的困难，虽然咱朋友还阁无济，总是至少咱的心内会通健康，知影上帝甲我同在，上帝听，伫我上界需要无通插我的时。感觉人生无意义的时，伊来找我，我有通一个新的开始。这是第3句话。第4句话，耶稣佮甲伊讲，伊讲吼，其实你敢知影我即摆咧甲你讲的这个人是啥物人？我就是弥赛亚。当耶稣听候伊邀请伊甲伊交谈，然后甲伊讲起这个救恩的事。最后，甲伊启示讲，我就是迄个弥赛亚时。到这个时阵，这个妇人受感动，伊不但心内问题得到解决，伊伫迄个心灵的问题也得到讨办，所以伊有法度接受耶稣。啊，咱若注意看约翰福音第4章真趣味，这个妇人嘛甲耶稣讲几啊句话，吼，咱会当另外一年讲道来讲，为妇人角度来看，伊甲耶稣讲几啊句话，啊，你较注意。伊每一摆甲耶稣讲的是，伊拢会称呼耶稣。头一摆耶稣讲：“哦，你要来求水是无？请你互我水。”伊讲：“好，你是一个犹太人，佫是查甫人，你来甲我讲话，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敌人啊！荒郊野外没有人，很危险。哈，对耶稣有这个怀疑，对有这个拒绝，是你是犹太人，你来甲我讲话。”总是当耶稣甲伊讲啊，你若互我水，我要互你活。伊讲活水是啥物？今天继续讲的是，伊即摆靠耶稣讲 ，Sir， 伊讲先生，啊，你来捌他这代志，啊，你讲了真有道理。后来佫讲主啊，最后伊讲啊，你的确是先知，啊无你来知影我的秘密，我的代志。最后伊讲你就是弥赛亚时，伊就欢喜接纳。耶稣用伊的听来邀请这个孤单啊，甲人。甲社会隔离的这个负责人，耶稣互伊时间，互伊慢慢啊讨放伊心内的问题，啊头脑的问题，心内的问题，最后甲伊启示讲，我就是带来救恩的弥赛亚。这个负责人就接纳耶稣，信靠伊，成做上帝子孙。啊，伊对耶稣的认捌嘛，愈来愈深，愈来愈深。所以伊到迄时阵，伊就会当真欢喜，因为伊的生活性命得到改变。伊去拄着这个因久久咧听候弥赛亚，今仔日来到伊的中间，喺讲话中间，互伊真亲密来体会耶稣的时，伊就接纳耶稣。虽然看起耶稣咧邀请咱的时，伊互咱时间，伊嘛欢喜照咱的需要来回答咱。啊，毋望咱相款，亲像这个负责人，会晓经验着，然后体会着上帝最后所会听的时，咱会当回应，第3项代志，耶稣所做的代志，就是讲，
等这个妇人把水马等你较紧要转去城内要讲报讲啊，耶稣就是弥赛亚已经来到咱中间，大家赶紧来看。这时阵耶稣咯，无讲哇 ，enough for today， 我已经旅行喊你一个讲啊，真忝啊！佮今日甲你弄迄个 counseling session 规工吼，我不爱去，毋是耶稣欢喜对伊转去甲说声，这样代志互咱通来想，就是讲当时的犹太人甲撒玛利人是世仇，是毋通像讲即马伫 West Bank 嘅弹石头尔，已经是掠出来拍，掠出来杀，总是耶稣毋惊危险，伊对即个妇人。转去到伊的事到城，迄是个撒玛利亚人的城，伊踏入迄个城，为着要将上帝听来带互遐撒玛利亚人。互咱搁一摆看见，耶稣不但主动来找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用足这个时间来帮助伊脱离迄个孤单，脱离迄个隔离，会当接受耶稣基督，伊搁欢喜对入去其他遐撒玛利亚人中危险的所在。表明耶稣基督的疼是遐尔大、遐尔深，这就是这3点，咱看见耶稣。最后，咱来问一项代志：，说说咱若是亲像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伫咱的一生，捌拄过耶稣，伫咱无想象的中间，无咱期待的中间，上帝疼突然出现咱的人生，互咱得到信仰，互咱得到上帝疼，互咱真做上帝的子，互咱会当加入这款疼的团体，就真诶教会。咱中间有一个老回忆，我看愈来愈少，安尼是好代志啦，就是讲标注新的回忆来，一直到20几年，我真正做牧师的时阵，我知影咱中间毋是逐个人出自着基督徒家庭，对无？有诶是来到咱美国有机会才接受着信仰。查经班也好，还是讲华府教会也好，因今年要庆祝50周年，对不对？等等，互咱有机会接受上帝听，咱拢有经验，就讲上帝听对咱的邀请，耶稣欢喜要进入咱心内。咱中间足侪人拢是高学位啦，吼，头脑想好，有是足够想遐想芳想西吼。所以今日我看姚东兄甲几个这坐者。都教会开始几年日领导，也是做的是咧讨论圣经，还是大家咧拼水果，拢有对无？这真自然，因为咱受教育，咱用咱的立场要来问足侪啥物事，都是上帝互咱有耐心，上帝比咱较有耐心就对啦吼。互你问，总是互你得着听，互你得着听，到尾咱真做上帝的子。今仔日这个故事嘛是提醒咱，主要做就这样行。那安尼，咱就要怎样来回应？真简单，4项代志。这个妇人人所做的事，当伊拄着耶稣的时，伊有一寡戆兄惊兄，总是伊无退休没有退却伊望着耶稣，敢若是一个犹太人安尼，伊真烦恼紧张的事，无退却。第二，伊甲耶稣讲话时，伊发现讲耶稣有智慧，有属灵的智慧，对圣经的了解，所以有把握机会来找迄个答案，要问耶稣，要了解上帝，要了解救恩。第3项，当伊互耶稣讲出伊心内的秘密，伊人生的孤单甲痛苦的时，伊开放家己，接受耶稣做基督。最后伊转去到伊的城内，将耶稣见证出来，互伊的朋友买单得到来分享着福音。这4项代志，咱拢会当做，搁转来拄开始刚开始时，迄个公卫处长的报告书，伊所谓孤单的流行疫情，迄个报告书，伊最后结果的是伊安尼讲。当咱即马知影讲，遐尼严重，这个美国的社会，特别这1、2年来。因为 COVID-19 的影响等等，有真侪人孤单甲社会隔离这款所造成的对因为健康的影响，这动摇国本所以咱爱安怎做？伊讲 What should we do？ 结果是伊讲政府有通做，应该做6项事。伊讲政府伊建议第一要加强社区的公共设施 ，civic center 啦、老人 center 啦，
互人有机会去啊，安尼有 social 的 life。第二，要发展社区迄个联系的政策。政府要有一寡政策来鼓励，互这社区内面的人，社区甲社区中间有一个联系。第三，要动员医疗的体系，医生护士常常来关心这个孤单还是老人。第四，改善数位甲电子环境，就是讲，这个社会已经进入电脑数位真侪老人感觉讲，对得到所以伊真侪资讯方式拢甲人无得联络，所以这嘛是正好一通做的。第五，爱公共的知识，甲这种心理卫生，还是讲人际关系问题，这嘛是政府的责任，爱帮助一般的百姓来了解。最后，应该爱鼓励培养一款大家互相联系迄款的文化，安尼才会当减少对立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种族上、信仰上的对立。这当然是伊的责任提出这个问题。政府当做偌济，咱当然期待仰望上帝，咱帮助咱的政府官员安做。总是最后一项，伊讲除了政府，社区内面教会会当做啥物？这真趣味，一个政府的卫生的官员对教会提出一个呼吁，伊讲教会应该提供一个会当互人崇拜，互因的心灵得到甲因的所信的上帝也是好，也是阿拉也好，因的迄款的崇拜的所在有教育，所以有了解。教育不是干那教育，佮包括人生甲生活甲政策。第三，提供迄个团结，大家通做伙生活，爱餐也好古筝班也好，我今日才知影讲，遐尼一个古筝等等鲜花堆各种团契，这就是教会会当做事。伊讲，互教会成做一个用疼心来治疗孤单上好的所在。一个健全的教会，就要用真诚的疼，上帝遐来疼，透过崇拜、教育、团结、甲社会服务等等的活动，会当互信徒甲这个社会中，咱的厝边中间，咱的朋友中间孤单的人，互因有喜乐，互因的心灵得到健康。这不是干那为迄个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嘛是耶稣基督爱咱所做事，亲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等于得到耶稣以后，伊头一件事就是欢欢喜喜转去伊的城。本来伊秘密无爱人知，伊即摆转去较紧人讲，我有啥物秘密？这个人拢甲我讲的，这个耶稣伊的确是弥赛亚伊其他人说安尼这个人啥物人所以伊有机会几工以后，伊讲答阮即摆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毋是因为你的见证来听，因为阮也有甲伊交陪，阮也有会当体验伊确实是上帝遐来的弥赛亚。所以最后来讲，不管咱是住伫耶路撒冷，还是撒玛利亚，咱是有幸福的家庭，还是咱都爱孤单去城外的水边、井边。不管咱是有真侪朋友，还是咱孤单无伴，咱是真侪疑问、谣言，还是咱有明白圣经真理，拢求上帝，互咱伫逐款的境遇中间，拢会通看见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来到咱的中间，伊伫迄个井边咧听候咱。咱有意爱迄个活水也无，咱有意爱迄个活命的水也无，咱有意爱上帝的圣灵也无。耶稣要甲咱启示，伊就是上帝的囝，是弥赛亚，伊要住伫咱的内面，互咱也住伫伊的内面。那安尼，咱就永远袂孤单，咱就袂甲这个世间脱离，还是讲隔离。安尼，咱就会当享受伫主内面迄种的平安，迄种的喜乐希望通过咱这款的生活、生命的改变，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更加互人欢喜爱来的所在。这是咱至少会通做的一个见证。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佮用你的话，
互阮少年主耶稣来到这世间所做最事，又为着阮来出世，为着阮来死，也为着阮来过活。毋然呢，伫这世间的时，伊所表现出来、所启示出来，上帝疼啊，甲伊的启示。主啊，阮通过撒玛利亚人、妇人人的故事，搁一摆想起主你的疼，哇，看见阮家己人生中间有真侪坎站，会拄着孤单，拄着苦难，拄着心未了解，拄着失望的事。愿主你的话名，亲像水对阮的心内通涌出来，水泉。也愿主你的圣神伫阮的心内来扶持阮。互阮得到喜乐，得到快乐。愿你也祝福阮教会，大家用这款的心来做伙敬拜，做伙教育，做伙团结。也通过安尼，不但享受你所享受迄个活水的活命，也会通分享给别人。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你的。